咁最初入行當然係為咗想靚啦，咁亦都想其他人一齊變靚咯。咁我而家咧係喺 GTC 度任教美甲師基礎證書課程嘅，咁教咗 ERB 課程都有16年㗎啦。咁其實咧喺美容行業入邊咧有好多種範疇嘅，例如美容啦、化妝啦、美甲啦。咁其實喺美甲方面咧係最容易去發展。現時啦，唔係單止女仔去做嘅，其實男士都會有做修甲，由10零歲其實去到年紀好大嘅人都會去做美甲咁樣咯。咁連日常生活可能甚至乎佢哋係學嚟做咩就襯衫嘅，可能而家夏天我哋就會做啲顏色款式就會比較鮮豔啲，去到可能冬天又會轉下啲款，咁所以其實而家變相做美甲就好似做 facial 咁啦。因為咧呢一個課程係叫基礎課程啊嘛，咁所以所有嘢都係由零開始嘅。其實簡單造甲型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難嘅技巧嚟嘅。咁我哋就會循序漸進咁慢慢由最簡單而慢慢去學一啲比較深嘅款式。喺基礎課程當中，你可以揾到自己想學嘅嘢，咁同埋可以睇下自己真係咪有興趣去入美甲行業，因為始終咧做美甲行業都係會好考你嘅耐性啦，你嘅細心程度。我覺得咧反而係零經驗嘅人士咧更加適合讀呢個美甲師基礎證書課程嘅。